有冇啲情緒最近一直困擾緊你？可能係擔心、內疚、不安、疲倦，甚至唔知點解突然覺得個心好亂。如果有，唔緊要，唔需要推走佢，因為呢一刻正正就係我哋可以練習嘅機會。而家我邀請大家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坐低，揾一個舒適嘅姿勢坐好。你可以合埋雙眼，或者靜靜咁樣望住前方，感覺一下自己嘅身體，腳踏實地，脊椎自然咁挺直，膊頭放鬆，唔需要用力，俾自己慢慢呼吸，慢慢咁停一停。吸氣嘅時候，將注意力返去身體上面，由頭頂掃描到腳趾，感覺一下呢一個部位有繃緊，邊一度你想關心多啲。如果你覺察到身體某個位置有唔舒服或者壓力，喺心入邊同佢講一句：我知道你喺度，我願意照顧你。呼吸係我哋最好嘅朋友，試下跟住我一齊呼吸。吸氣，我擁抱我嘅痛苦；呼氣，我放低抗拒同逃避。吸氣，我擁抱我嘅痛苦；呼氣，我放低抗拒同逃避。吸氣，我接納呢一刻嘅感受；呼氣，讓慈悲流入我嘅心中。吸氣，我接納呢一刻嘅感受；呼氣，讓慈悲流入我嘅心中。我哋唔需要修正啲乜嘢，唔需要逼自己變得平靜，只需要留意而家呢一刻嘅狀態。當痛苦嚟到，我哋以正念擁抱佢，帶住慈悲傾聽，揾返痛苦背後嘅根源。你內在可能有一個年幼嘅小孩，佢仲會記住一啲舊日嘅傷痛經歷，可能會覺得孤單、不安、好攰，甚至乎想喊。而長大嘅你有咗覺察自己嘅力量，可以靜靜咁陪住佢，或者擁抱佢，同佢講一聲，俾佢知道你嘅存在。我知道你嘅感受，我知道你曾經咁努力，我喺度，唔會離開。靜觀唔係逃避，唔係逼自己去平靜，而係讓傷痛有一個被看見嘅空間，俾心入邊嗰一份波動有個出口，然後你就可以慢慢放低，慢慢轉化。最後，我邀請大家做幾個深呼吸。吸氣，吸入力量；呼氣，將負能量釋放。吸氣，吸入力量；呼氣，將負能量釋放。吸氣，感受身體；呼氣，放鬆身心。吸氣，感受身體；
呼氣，放鬆身心。再次感謝你自己願意停低腳步，感受、照顧、聆聽。記得你隨時可以返嚟呢一個內在空間，慢慢打翻開雙眼，回到生活。記住，痛苦唔係敵人，係提醒你需要多啲愛嘅信號。你可以一直咁樣溫柔咁陪住自己，唔需要急。你已經行緊一條治癒嘅路，慢慢嚟就好美。讓我們一起慢慢發光。